各位乡亲，咱做伙来关心天气。今仔日天气是真烧热，气象局针对9个县市发布高温的警示，温度上悬可能会到36度。另外，泰利风台目前是假向广东去，未直接影响咱台湾。不过，上近伫拜四会出现今年第5号风台。咱做伙来看分图。这2天受到低压带影响，东半部、南部、恒春半岛、偏湖甲金门拢会落短暂雨。也若西半部甲山区过昼会落雷公雨。温度方面，今仔日的天气温度也是真烧热。气象局针对台北、台中、彰化、云林、嘉义县、台南、高雄、屏东也有台东发布高温的警示，温度上悬可能会到36度。另外，泰利风台目前是假向广东去，对咱台湾未有直接的影响。不过，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，东沙岛较会透风落雨。因若今年第5号风台度数热，上紧伫拜四就会形成，可能为拜六开始就会影响咱台湾的天气。